臭豆腐伫油鼎内面煮甲金黄酥脆，搁甲臭豆腐切开，放着家己制作的泡菜、甲韩国海苔，以及一粒一粒上青的蚵仔，最后搁淋上特制的酱汁。这是蚵仔的创意料理——七股猪宝鸭。李长本身是养科达人吼，伊又家己安尼想讲，伊遐济蚵仔要安怎来推动吼？当然因研发讲，用即个臭豆腐吼，来做即个料理吼，互大家会当来品尝吼。食了反应阁袂歹，所以呢，真即个蚵仔呢，这我会送甲恁强调，就是阮七股，阮李长道地伫这七股四府咧生产的。这道料理就伫七股龙山社区内，社区是以饲蚵仔为主，加上鱼会希望会当研发第时小食，所以龙山里长翁仔某就发挥创意，研发出这道料理。为了提升那个国人或者是附近的游客能到七股龙山来做旅游，除了搭乘渔船到西湖玩之外，那我们渔会也要找出特色的小吃来协助渔民来提升生计哦。那我们这一次也是找了那个我们当地龙山里的里长，因为他本身是养科达人哦。那我们借由他的养科的成品呢，就是蚵仔吼，来做一个特色的料理。龙山社区一直以来拢伫咧推动农村再生，希望会当将传统渔村转型。七股猪宝鸭推出了后，就做新风动，吸引袂少人潮，为遮带来新的商机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